LEGO Education Science 科探同樂日是為小1至小6學生打造嘅動手做中學全級科學探究活動。活動可以配合校內不同時段舉行，同時適用於以下嘅津貼。專科作為 LEGO Education 嘅官方授權合作伙伴，引入 LEGO Education Science 科探套裝以及專科自家 AI 科探平台 Pen4Teach。活動設計為時3小時。全級科探同樂日分別有初小組別以及高小組別，每個組別共分為4個部分進行。學生透過積木將抽象嘅科學原理具體化呈現，使學習更加直觀。同時結合人文科嘅知識，為學生帶嚟跨學科嘅學習體驗。我哋先講講初小組別嘅活動內容啦。第一部分主題探討傳統節日裝飾。導師先與學生探討中西方傳統節日嘅由來同特色，認識唔同文化群體如何慶祝新年，深入了解中國農曆新年嘅傳統習俗同埋象徵意義。了解主題背景以及文化故事後，我哋會應用 LEGO Education Science 嘅科探套裝主題進行積木探究實驗。第二部分搭建打招呼機械人，此活動將會探討現實生活中唔同物品嘅特質。學生將會搭建打招呼機械人以及3款唔同物料嘅手臂，去測試同埋分析每個手臂嘅特性，例如軟硬度以及有冇彈性等。結合 Pen4Teach 平台設有嘅多樣課堂互動功能，例如錄音、拍攝、畫畫等個性化記錄學生實驗嘅情況。平台將會自動收集全級學生嘅活動數據。喺活動過程入邊，學生就可以學習到製作物品時需要根據用途嚟選擇合適嘅物料。第三部分搭建整理機器，學生將會理解改變物品嘅形狀可以有助物品發揮唔同嘅功能。先用積木去搭建整理機器嘅模型，然後進行測試同埋分析形狀對機器效能嘅影響。老師再會同同學去探討現實生活入邊物品嘅形狀點樣影響其功能同埋解決問題嘅效果，了解唔同形狀嘅設計能夠令到產品發揮唔同嘅作用。第四部分創作活動，新年紙扇製作。學生需要應用以上2個 LEGO 實作所學習嘅科學原理，於此部分根據導師所提供嘅物料，創作一個新年嘅紙扇裝飾。喺過程入邊分析紙扇材料嘅選取準則，學習製作紙扇嘅基本技巧同埋步驟，創意設計出具有農曆新年元素嘅紙扇裝飾。Pen4Teach 平台將會記錄學生所有嘅實驗過程。活動完結之後，老師可以透過平台去查閱個別學生嘅學習歷程。透過一系列嘅 AI 功能應用，助老師輕鬆整理數據，自動分析評估，同埋生成活動報告。即刻同我哋查詢啦，為學生嘅學習之旅注入更多嘅活力同埋創意。